嘉义台东技术学院学生去德国参加4年一摆的奥林匹克主驾比赛，去摕到4块金牌、1块银牌、甲2块铜牌等等的好成绩。其中有一个视力较有障碍的学生王苗益，虽然讲伊的目睭看无啥会清楚，也毋过伊骨力拍拼，落尾是摕到金牌。每一个物件拢爱放伫目睭前才看会到。视力存无0.2的视障生王苗益。2月时阵参加德国4年一届的主驾比赛，摕到烘焙金牌。伊讲因为目睭的问题，拢爱比别人加用几啊倍的时间。是从小就有那个黄斑部病变，对，所以从小就是会看比较不清楚的，这个东西都很精细，然后所以会比较吃力，做大概1-2个小时，眼睛就会开始酸痛，就可能需要休息一下。除了王苗益以外，嘉义市的台东技术学院伫这届比赛当中，计共摕到4块金牌、1块银牌、2块铜牌，甲2个佳作的成绩。学校讲，学生结合因本身的生命记忆来创作，第一届参加就有这个成绩，真无简单。家里是做茶具类的，然后我和老师讨论出来，想说就以家里来做这个作品。因为阮兜常常带我去庙里拜拜，然后祈福，然后我看到外口有宫灯，我感觉就水的，我要做一个宫灯。这届参加的学生啊，全部都是第一次去参加这 A 级的国际赛事啊。A 级国际赛事呢，就是4年才举办一届安尼，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这一次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的国际世界舞台竞赛。学生讲，这个比赛4年举办一届，所以大家拢真拍拼，想要到最后会有较好的成绩。虽然学校今年8月了后特别退场，不过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成绩，会当伫最后的这段时间，替家己甲学校争取公认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